今日收到朋友嘅邀請，去到位於深圳嘅扇貝口腔嗰度洗牙。我哋嚟到落馬洲站嘅福田口岸過關 ，Let's go！ 提提大家，入咗嚟地鐵站之後，記得拍卡攞咗港鐵優惠先啦，可以減3蚊。如果唔係回程，可能會非常多人排隊嘅喎。福民站轉乘7號線往深大麗湖方向。搭3個站喺沙尾站落車，就會揾到扇貝口腔。嚟到 C 出口，望過去你嘅左手邊就係佢啦。見到呢個係後門嚟嘅，我哋轉返去前門啦。而家一齊入去啦！適逢係扇貝口腔嘅5週年慶，大家可以喺門口見到好多佢嘅背景資料同埋介紹。上到嚟大堂啦，大家都見到呢度嘅環境非常之寬敞，好舒服㗎。上到嚟就填返啲簡單嘅個人資料，有啲職員都識講廣東話嘅。至於衛生方面，大家可以放心啦，佢呢度呢寫到明有16層嘅消毒流程，預備好我哋就跟住個職員入去洗牙啦。洗完牙之後呢，佢仲可以有個顯示屏俾你見到前後嘅對比圖，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洗完之後有幾乾淨啦。之後我就嚟到醫學影像室照 CT scan， 之後呢，就可以望到我哋嘅牙齒骨架入邊有冇咩特別嘅問題啦，譬如會唔會見到有智慧齒之類嘅。香港嘅朋友仔預約可以免費洗牙，做埋拋光，仲有免費提供嘅牙齒檢查同埋 CT 拍片服務。牙醫呢就會開返電腦，同你講返頭先 CT scan 個結果。好啦，那就 OK 啦。牙醫講完之後呢，佢嘅助手就會幫手再進一步解釋多次個情況啦，睇下你將來有冇咩跟進嘅計劃。如果有需要呢，仲可以即場同佢預約埋添。預約咗洗牙嘅朋友呢，仲可以有幸運抽獎，100% 中獎㗎，當中包括黃金津貼啦，有免費種植牙齒同埋牙齒治療卡。